中华医术科技大学校园人才就业博览会顶上，现场有病医、长照、食品营养、生技等产业来设答，开出2800外的头路。学生嘛认真的了解比较，希望当找到理想的工作。看完的话，我觉得还蛮多医院蛮喜欢的。然后对薪资方面的话，其实大概跟我预估想象中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啦。以一个男护生的角度来看，就是除了医院有很广阔的发展，那像我们刚刚也有逛到像海巡署，甚至是军职，医疗环境很缺我们男护理师，因为我们有相对的身体上的优势、体力上的优势。中华医大人才培育的特色，就是护理系的学生相当的多。这几档护理师强工，200多间的单位当中，医疗院所就57间。除了准备见面礼，同时借出一项福利给学生，平均薪资在4万到6万块之间。年薪上悬会当来到85万。护理人力的流失，但是这1、2年来，政府有提供出很多的优惠方案，包含全力提出预算来编列提升护理人员的薪资水平。那这也给护理的那个未来的发展提供很好的一个契机。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能够在学好自己的知识还有技能之后呢，也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找到很好的一个工作。那也希望他们能够让学校跟业界之间无缝的接轨。校长强调，学校以医护为本，持续培育医师健康相关产业人才，特别注重学生一场体验甲实习，加强学生实务经验，成为企业爱用的人才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